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夜宵盒。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第1名的大戏《女兵日记》，想有看去看哪里，左右不分呐！朵拉就是变态，变态就是机器。他一天到晚在鬼吼鬼叫，一辈子就只能当班长。虽然他白天都鬼吼鬼叫，但是他晚上都会帮我盖被子，很贴心啊，很贴心。知道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原声带活动，10月18号礼拜五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篇文，就有机会得到忠孝节义原声珍藏集，把国宝声音带回家哦。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画面。这是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倒打时间，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今日第5届参选总统。伊接受北面媒体访问时，特别讲到这个参选的资格，也就是这张门票，伊甘愿扔掉，嘛未予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针对这件代志，发言人张淑文有详细的回应。我觉得。再给主席几天的时间嘛，哈，因为毕竟是国家大事，那他如果真正要宣布，也必须要准备很多的准备，而且在最近也在基层，不管是党内外的这些前辈，他也一直在征询他们的意见，是这样子。所以大概到底有什么时候？时间。最后还是主席要决定。那目前我觉得是80%啊，对。8成参选了。那不是几乎确定了吗？选举不是在办++9选举要准备的事情好多对不对？不管是各乡镇各2成，当然是最关键的嘛。是什么关键？人选吗？人选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其他整合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亲民党宋主席出来参选，绝对不是当母鸡来带亲民党的小鸡。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我认为主席就不会参选。那以这2天有一些不同。政党人士在批评说，宋先生如果出来参选，就是在扯这个国民党的后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笑，就是这些人一定已经对他们政党所提名的候选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跟动摇，根本就没有信心，才会对于不管是王金平先生或者是宋楚瑜先生来做扣帽子。我有听说，好像王金平那边也有派人来你们这边谈很多次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都没有结果吗？第一，我们跟王金平院长他是好久的朋友那从一开始就是说要合作的对象，我们一定是看他的优点，而不是去批评他，那一定是多体谅他。如果我们现在跟王院长太多的暧昧，会导致他可能被开除党籍，马上他的立法委员可能会被这个无效。没有提出说，好像宋主席这个门票宁愿撕掉也不要让。第一，我们不能坐实所谓国民党说，就是把这个推荐书给王院长，那王院长已经被。从好久以前就被扣上这个分裂国民党的帽子，那我们更不能去害他。
另外，这方面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伊进前上节目的时，讲到前总统陈水扁因为不满蔡总统无甲伊特赦，扣分伫咧心肝头，伊就讲规气请韩国瑜来特赦。也毋过陈水扁伊嘛伫咧人面册讲到这件代志，伊讲就算变做无路用的人，伊嘛袂支持韩国瑜。针对这件代志，高嘉瑜下早嘛亲身出来说明，叫前总统陈水扁莫受气，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在换掉之后，进了总统府见了阿扁总统。那我到现在还对那一幕印象深刻。我记得我当时走进总统府的时候，阿扁总统翘着二郎腿，然后对我说：“输不是输，牙不是牙。”所以我到现在还一直把这段话记在心里。所以我是很感谢阿扁总统给我人生这么一段宝贵的经历，然后让我一直铭记在心，但绝对不会是仇恨。陈前总统他也特别提到，他是因为关心民进党，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爱之深责之切，所以我现在要修正，他爱小英总统比爱韩国瑜还要多。上新的意外消息，要来关心新北市新庄福寿街一间牛肉面店，敢因为假树烫楼引起火烧厝。本来传讲公寓4楼有2个大人，一个囡仔掉伫内底，现场搁再传讲有爆炸的声音，该在民众拢互人救出来，无啥要紧。消防人员落尾赶紧甲火拍花，一站一站检查，发觉讲面店内底有一个查某员工小可烫着伤，已经互人送去病院治疗。详细失火原因，消防人员即马当日咧进一步调查。同款嘛是火烧厝的意外，要来关心，这是高雄一间私人的宫的买到一个琉璃水晶的这个蜡烛，伫咧新大点火岛，无偌久了后，就那熊熊爆炸，引起到伊脚也有手2度小受伤。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孙慧官来传来了解。慧官。是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摆在神坛前的水晶蜡烛，原本是小小的火苗，没想到这火是越烧越旺，而且这火舌还一度高达30公分左右。神坛的蔡姓公主见状呢，立刻赶过来处理。她先是用手扇，想要扇熄这火，接着用嘴巴吹，不过都没有用，这火还是越烧越旺。而蔡姓公主见状呢，她立刻拿着抹布，想把水晶蜡烛呢挪到地面上，没想到这才一放下，这水晶蜡烛就整个炸开，导致她手脚2度灼伤。而这起意外就发生在1号晚间，这名蔡姓公主买回来的琉璃水晶烛放在神坛前点燃，一开始还好好的，没想到没多久，这小火苗就变成了火舌，还酿祸。而蔡姓公主也立刻向厂商来反映，不过厂商说之前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推测可能是使用不当，而目前双方也还在协调当中。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贵官，同款嘛是上新的司法消息，要来关心，这是中法官伫咧去年底发生一件凶杀案，一个姓王的查某人举刀啊杀伊的查某囝，也有前翁，法院审查了后，一审判28年的有期徒刑。因为这个凶手长时间常常起性地控制袂调，才会错手杀害亲身的骨肉。法官因为戴念讲伊是自首，无甲伊判死刑。被害者厝内人嘛真无欢喜，认为讲凶手要甲人抢渡，讲会搁再伤害其他的亲人，可能会搁再上诉。继续要来关心南投2万大吊桥发生一火外，细汉囡仔跋落去桥骹不幸无命意外。规台湾相关的单位拢真注意到吊桥安全问题，像讲高雄茂林区区公所针对区内5座吊桥安检，无意中发觉讲小透茂林也有屏东布路布山吊桥桥身2边的安全网，罔互人挑工破开，赶紧封桥来修理。另外，家人贸市议员发觉到暖暖区的顶内吊桥安全网下骹无捌，互人袂放心。这个桥有个洞，很危险呢。这个桥，这个一定要修，要不然很危险哦。伫咧木林的布路布沙吊桥，桥身双边的防护网竟然互人来夹破，造成桥顶观众军用股公车拢完全无防护设施。布鲁布沙的吊桥有大约5公尺的防护网呢，被破坏掉，被毁掉了。安全网出问题。最近阁拄到山区的落雨，惊一个顶悬一个无细里，就有可能会跌落去。互区公所唔敢大意，赶紧将吊桥来封起来，通报木管处派人来修理。向我们茂管处来申请经费，将我们茂林区所有的一个桥梁来做一个
全面的检视的一个动作。南投二万大吊桥发生细汉囡仔滑落去桥脚的意外，捌伫咧八八风灾受到影响的高雄木林地区，嘛是受到关心。区公所随着针对区内底5座吊桥来做安全的检查，煞意外发现部路布刷吊桥互破坏，随着来封桥修补。另外，伫咧基隆嘛有市议员针对暖区的吊桥提出安全的指引。我讲实在话，这其实蛮危险。站在这个公安立场，这个其实真的蛮危险。你若真正较细汉的无说你。不过，市政府强调，早就已经派工程单位对市内4座吊桥来咧做安检，安全是无问题。让细汉囡仔滑落去桥脚的意外，嘛，互全台湾吊桥的安全受到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这是住伫台北市北投稻香路161项民众最近实在话要闹事，因为边仔起厝工地为今年2月开始做工程以来，请逐工安尼出入拢全拖沙，规个乌碌碌。住户讲，甲呾已经检举几落届工地拢无改善。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到现场看卖，落尾发觉起厝公司已经知影消息，赶紧派人来清路。台北市环保局嘛接到检举，讲今年甲呾已经开21张罚单。刷来可能会派人来到现场过，较接来检查。大马路2条长长黄色的车痕，全部拢雨水刷石，看对边仔积水嘛，因为透着刷石变甲是落，要转去厝的路变成安尼，互民众真困扰。那砂石车经过的时候，然后那个轮胎都没有洗。若出入造成困扰，乌托摆车壳也有轿车的车门嘛，拢用着厚厚的一层涂刷。民众拄啊将车洗好洗转，经过这条路了后，规台车阁变做敢若是无洗共款。开到我社区下面的话，就是车道啊，甚至我下面的地都会常常带些土料。台北市北投稻香路第工地，今年2月动工。进前建商来做出头工程，卡车进入，轮胎有刷石，刷拢无清洗，互路面拢变做古尾啊！民众是真困扰，起甲来投诉环保局。环保局一直到顶个月20号为止，已经接到20件检举，嘛按照废弃物处理法第27条，对营造商来罚3摆，因为已经是累犯，会来罚较重，而且用上重的6000块，搁来开9张罚单。他虽然有做一些冲刷，可是感觉就是。结果还是把路面都弄得蛮脏乱的这样子。实际转来现场，甲前2天的做法完全无相共，加派出真侪工人来咧加强清洗路面，但民众都惊刷落来第2阶段出土的工程继续，搁会来自环境的污染。出土的施工工期程是从11月10号开始，那为期2个月，我们会派员进驻稽查。噪音啊，还有这些沙尘会比较重，我们也会持续的要求现场公务人员要注意。工地建设难免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只是都要接超过20摆检举，才要来改进。恐惊新厝也未起好，就先拍歹甲厝边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个人买气炸锅，火还未摕到，规北都火气神落命。最近气炸锅长时行，有人伫咧网络购物网做火买，想讲会当买俗价。花钱了后，文章因为违反规定，互人抬掉。团主讲会退钱，如果存查人安尼无去，联络指标嘛拢是假的，拢总92个被害者。警察呼吁民众讲唔通乌白对团，才袂钱无省着，颠倒互人变去。现代人爱水、爱烟头、爱健康，少油的电子钱鼎变做是新潮流。拍开网络分享的影片是看袂煞，有民众想要买电子的钱鼎，就来叠算盘，上网络地团来抢好康，无想到煞来哄骗。版主他把账号转卖给他人，而且他留下的手机及姓名都是假的，92名的成员受害。有一个民众进前伫咧网络顶看到咧招要买电子钱鼎，要招60粒，随着来加入，最后总共有92个人来缀着这团。刷落来团主寄出电子批，爱大家较认真的识水，嘛通知汇款的时间2307块，但无想到因为这篇大文招60个人的时阵已经达标，煞无来结单，阁继续来招人，互认定是违规，所以破文互抬掉。团主阁再来发消息讲会退钱，结果毋但无退钱，连团主的联络资料拢是假的，民众才知影是互人骗去啊！算的团主得手金额有21万。警方会就他当时的，就比如说汇款的明细啊，然后申请的账号等等，做进一步的查缉。公家买到底是倒位较好？
介绍来比看卖，来看各大平台同款是电子证件，对2950块一直到3480块拢有，比起公价买2307块，加贵600块到1000块，嘛无怪真侪民众会选择来缀团。但警方也是呼吁民众买物件爱找有信用的平台，尤其是骗徒常常利用上流行的商品来请民众，避免为着要省小钱，煞来互人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卖外送平台新的规定，予外送人员艰苦坐挂。因为过去若是住本的人临时换地址，1公里内拢会当改，超过1公里就要取消订单。最近就有一间外送平台改这项规定，若是餐厅的服务范围内拢爱送，予外送人员铺文算讲钱歹赚。另外，嘛有一寡外送人员拄到人客，讲都要念规团咒语才要开门，根本就是甲人创治上头上面。接单出餐烧烫烫的车轮仔饼，准备要外送到厝，但若是这个时阵，订餐的民众向来换主机，是没有遇到那种差太远的，顶多就是可能导航出错，差个可能50公尺以内而已。进前民众订餐了后，来换主机，只要伫1公里以内拢会当改，超过1公里真歹势就要取消订单。不过外送平台最近来改这个规定，无论是不是超过1公里拢爱送。给消费者方便，煞艰苦着这外送人员，拉长我们的时间跟距离啊。是有给我们什么补偿还是什么？没有。有外送人员抗议变主机了后，若是送伤远，餐点冷气变成什么人要来负责？对着这件代志，平台业者来讲，也是着爱伫咧餐厅的服务范围内底，毋是拢无限制。若无伫咧时间内底送到位嘛，无要紧。外送真歹做，阁有一件民众订餐要求外送人员顺续来倒三工买饮料，无看留言就要互伊负评，而且将餐点送去楼顶，阁爱来讲开门的号码，爱讲网架内底大官的话，无讲就唔开门。会傻眼吧？其实差不差评是无所谓的，通常都是一定要交到人家手上吧，就念一下吧。民众轻松伫咧厝内等餐食饭，也是莫来滚耍笑，体谅外送人员的辛苦，将心比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和外送平台有关系话题，有人倒开就是为了要倒一口气。台中这个李先生用外送平台点一份牛排，想讲参他妈倒酱愈济愈好，结果一个送到位的时，真是规底牛排拢全酱了。点完，搁伫咧餐客顶面写讲敢有够，若是无够，下一届才搁讲。李先生认为讲互人呛住，点头知影消息了后，随咧人面册铺文回甲赔，讲嘛已经处罚这个员工，会搁再加强员工的训练。阿爸拍开准备要开始食，毋过哇，那规个拢是卡马豆酱，无斟酌甲看，佮叫是这是2包饭，毋过其实这是1份牛排。那安尼店员佮伫阿爸顶下用黑笔写讲有够无，若是无够，后盖则佮注明一个，互收到牛排李先生规巴肚火，伫人面册铺文讲，送外送的家提醒，店员卡马豆就加真济，感觉是挑工的。啊，互伊上无法度接受的是外口写的字，哪会食这个牛排卖互人呛声？那个洞口有问题吗？还是故意整的呢？要看吃的人是不是要这么多，有一点点整他吧。如果放在塑胶袋里面自己加的话，这样。也是可以的。头家知影了后，随铺文回信咧，强调员工毋是挑工要共创治的，佮甲李先生点菜菜单摕出来，顶下确实有写卡马豆酱愈济愈好。啊，员工做这款的代志，头家强调已经检讨，嘛有甲处罚啦，佮答应讲未来嘅酱料会另外包。民众巴肚枵叫外送，结果煞看到这款的牛排，安尼上食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害人规巴肚火，屏东古铁桥桥骹，即嘛差不多有2架外保书局的火海，逐工拢有真侪人专工要来赏火。不过才拄开放无偌久，火就互人乌白吞大制乱，打歹了了。原来是有网络主持人，也有游客为了要来翕别人的相片，直接行入去火海翕相。呼吁民众都要有公德心，千万唔通为了要翕相，乌白耍长遮尔水的花蕊。行入去火场内底来翕相。摕出翕相机，跍落去翕，这片超级大片的宝石菊花花海，互人看了心情真好。敢若翕相阁袂过瘾，有的人规气规家伙出动，若是安尼刚好，有的花拢已经打歹。不要踩进去啊，因为其实你站在外面拍啊，整个意境也很美。其实看到真侪人行入去花海内底，有的花拢已经互打甲冷去，甚至愈来愈侪人踏过去，踏出一条路，有民众就看袂落去，伫咧网络内面。带规家口行入去内底来搭，这种行为实在是真自私。
就是爱心给大家拍照，就尽量可以维持它的美观就维持。不好讲话啦，对不对？你也想要拍个美美的，他也想拍个美美的，对不对？大家都这样。现场伫咧高屏溪倒换的屏东具体桥卡，2公顷的花海是用3个月辛苦种出来成果，看到愈来愈侪民众来咧欣赏，破坏问题嘛是愈来愈严重。农民希望大家甲花海会当保持距离，互每一个来遮的民众拢会当享受到上水上好的花海风景。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仔日因为东北风影响，刷来这礼拜正方面北部、东半部拢要特别注意有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今仔日因为水气上较济，刷来东北风若是拄到辐射冷却的效应，中部以北沿海较空旷的所在，透早低温可能落到剩18度。另外，台湾东边的海面有23号轻度风台下凉，南海也有一个低气压嘛当咧发展，有可能变作今年第24号风台那克烈。变做2个风台，可能会伤兵甲的局势。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来到乌车参加乌车渔港滨海艺术广场改善工厂的动土典礼。伊讲到韩国瑜伊的夫人李嘉芬提出注册贷款若无行，叫政府出的议题。伊讲99%的学生囡仔拢已经还钱，安尼对大多数还钱的学生无公平。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没有还款的不到1%，其他99.9%的青年学子，大家都在这么优待的期限，大家都努力还款，也是一种好的教育。所谓借钱不用还，这是不好的教育。我们可以尽量帮忙，但是作为政府或者是作为一个想要竞选公职的人，哪怕是他的太太替他讲话，都不应该倡导一种所谓就不用还，然后政府吞了吧。这不但是呆账，而且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教育，同时对其他人不公平，对99.9%努力有还款的年轻人也不公平，也不应该。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最近提出真侪政策，像讲要补助大学生出国游学1年。另外，还有拄则讲到这个议题，就是学生囡仔注册贷款拢免利息，引起到一寡批评，也还有讨论。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把这件代志搁再好倒转去，讲到政府即马真侪政策拢欠这个专业的评估，讲到是选举进前新台票拼赢好赢球。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新杰来才能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掌握立法院最新消息。距离2020大选剩下不到70天的时间，而朝野之间呢是针对政治支票这件事情是不断在进行角力。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批评现在的蔡政府很多政策都是在大撒币，让政治来凌驾专业。赶快来听国民党团的最新说法。国民党团列出了苏院长从7月初到现在有关政策买票的部分。超过2700亿，我们列出每一项，结果他们昨天开记者会说，要我们到底要废止哪一项？既然要求我们说国民党团勇敢的列出要废止的项目，我们不用勇敢，我们等一下列出之后，希望行政院赶快回应。今天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策买票。但是我认为民进党的政策是可受公平，是强国富民的政策，是嘉惠人民的政策，甚至于我觉得韩国瑜只有一项政策，他所发挥的就已经比我们全部加起来政策还要贵。那是什么？那叫做所有的大学生可以出国游学1年。可以听到面对国民党团的回应呢，民进党团是强力回击，认为现在蔡政府很多政策其实都是在福国利民，反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提出的很多项政策愿景才是真正的大撒币。上最新，先把摄像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新杰，继续特别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下早来到苗栗，头一站就是竹南的龙凤宫，因为支持者日日甲伊欢迎。韩国瑜讲话时，嘛批评到总统蔡英文新南向政策，针对到民调即马输面较大，韩国瑜嘛讲得民心会当得天下，若是得民调是无法度得天下。咱来听韩国瑜详细的讲法。谢谢我们龙凤宫主任委员，我们陈超明立委，以及龙凤宫所有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还有我徐志荣徐委员，我们徐县长、刘前县长、周议长、李副议长，还有各位我们苗栗县所有的议员代表里长，还有各位所有的乡亲镇长，还有各位乡亲，以及刚才让我非常感动的我们民进党的蔡议员，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各位辛苦的警察同仁，大家早安，加油！今天到苗栗龙凤宫，我们来拜妈祖，全台湾最大的坐姿的妈祖，从清朝道光年间就设立。陈朝明主任委员，也成功跟这些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在地方宗教事务参与、奉献以及投入。在感动呢，非常感动。拜妈祖，我们祈求平平安安。我们知影龙凤宫陈主委跟各位委员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关心我们苗栗地区的弱势族群，得到很好的风评。所以今天来龙凤宫参拜，心里面充满了感动。特别谢谢陈超明主委以及各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咱台湾社会也在和谐美好。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群热心的人，默默的奉献，为的宗教事务，为的一些其他的相关事情，让我们台湾社会更美好。多少民进党蔡员工这，其实我的感慨很多。但给你撇开政治脉动，把政治拿开来，其实全台湾人2300万人都在一条船上。今天没有蓝绿。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你我的分别，我们都是一家人。今天中华民国三公真的风雨飘摇，前途是非常的辛苦。中华民国面临到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想并吞中华民国，内部呢，民进党无时无刻不用台独想要并吞中华民国。所以今天来苗栗。听到蔡员讲这个话，让我勾起了我的想法。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在中华民国的国号之下，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咱今嘛先来听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详细的讲法。各种黑锅言论和假新闻就层出不穷，针对我的同仁和我的支持者。就从来没有间断。就算我不参加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黑锅的言论也就没有停止过。欠债破产、恐吓小孩、诅咒我的母亲，我很遗憾，选举如此扭曲人性。虽然上周我已经提告，可是现在又有人散布我母亲过世的假消息，这已经是极度恶毒的行为。谁没有母亲？更何况我母亲是我最大的支柱。国民党的立委，你可以诅咒我被车撞死，但是任何人不能诅咒我的母亲，因为没有我的母亲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相信我热爱的中华民国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没有人会认为会为彼此立场的不同遭受辱骂。如果国民两党执政
都只是坐视不管，任由支持者激化对立、分化人民，扩大网络霸凌的歪风，那么人民如何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呢，我亲自站出来，因为我忍无可忍，向警方报案。社会不应该因为少数人政治立场而被撕裂，更不应该姑息养奸，迫害我生我养我育我所热爱的台湾的民主自由。谢谢。董事长现在是有掌握到证明身份，他是不管是蓝或是绿的支持者吗？现在我们只能相信警方，相信司法的公权力能够找到啊。我想我们一再的忍啊，我刚刚也讲过，这个你们可以咒我被车撞死，我都接受，我没有被车撞死，但是你不能咒我的母亲。今天每一个人将心比心，你们回味看看。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台湾的最高的刑事侦查单位刑事局啊，他们一定会把这凶手以高科技的手法把他抓出来绳之以法。因为我们一再的警告他，希望不要抓。他们说在网络上回答告就来告。那如果这样子，连我都不能保护我的家人，试问将来台湾有多少我们的人民可以受到不受网络的霸凌，可以受到保护？这一点呢，我非常的痛心的在此来到这个地方举报，也非常的感谢麻烦你们媒体记者给我们报道，谢谢。董事长想请教一下，有外界认为这个是韩粉，好像是韩粉所为，认为是初选过后的一个行为。我想这个都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证据。董事长0到6岁国家养现在是被蓝营偷了。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有人头晕目暗2冬吃药拢无效，一个检查查讲原来是去治到恶心症。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我们让陈两位过来。快点跟上脚步。你是今天搭游览车来报道的吗？早上我搭错车了。这是列的严重吗？有严重吗？怎么会合格呢？结束了。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眼镜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的一字，这就是停，停茶停。停的意思就是甲水或者是茶倒入去杯仔里，像咱讲停茶停水。另外一个音读做金，和小金的金共音，像咱讲金足。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金足，这个意思就是细腻、小心注意、张持，像咱讲金足看、金足听。另外金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讨论、参详。像讲这件代志，大家就小斟酌一下，唔通这么凊彩就决定。第二个词都要读作停，停茶停，都是把茶倒入去杯仔底。咱用一句话来激励，把这2个词合做伙。譬如讲，今仔日上课，老师教大家泡茶艺术，大家都爱斟酌听，特别是停茶时一定要注心。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停，另外一个音是斟，提供给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同款嘛是大家爱斟酌看。这是一个70岁欧巴桑，为2年前起不三时就头晕目暗，看医生、心经内科拢无效，找无病无，才来当食晕车药来控制。上尾看心脏科，才发觉讲原来是去治疗下心症。医生解释讲，病人的冠状动脉硬化时，就会引起到心脏的血流不顺，有5%的病人就会出现头晕目暗的症头。随时感觉家己都强要倒落去，有时阵阁无法度徛好好。70岁陈老太太，互头晕来困扰2年，原本就是宫晕的毛病，阁食2年止晕的药啊，但看真侪耳鼻科、神经内科，拢找袂出原因。最后来心血管中心看医生，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查某人这边的动脉较下尖，心肌下壁的欠血，较认是협心症。头晕怕跌倒。所以就是一直都在家里，没办法从事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就比如说去菜市场买菜啊，这没有办法。怕像这个猝死啦，心肌梗塞啦。无家族的病史，想袂到既然是心脏的问题，但是因为这边心脏的动脉一旦发生下尖，也是塌掉，就会造成心脏的血流袂顺，互心跳变较慢。有80%的病人会出现心腔杂杂、心腔痛，10%的病人会有腹肚痛。阁有5%会出现头晕的症状，甚至嘛有人无啥物状况。这个冠状动脉是影响供应到右心房动脉的，那会就是我们的心房心室跳动，心跳变慢，那突然会头晕一样，就是血打不到这个脑部里面。尤其最近天气反冷，血管较容易收缩。这1礼拜嘛增加2成的病人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来病院看医生。医生提醒，特别是出现头晕的情形，要经过检查，排除是误晕也是神经问题造成的，建议就要来心脏科检查，避免伤慢治疗，会有死亡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上次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老母和网友就参讲歹听话，亲身来到刑事局提告。咱今麦要来听的是英联基金会执行长刘友彤详细的讲法。那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在这一边，这就是昨天在网络上流传的消息。那有在这个执行长刘友彤的这边贴文哦。那其实他留言的时候，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上个礼拜他也是在我们提告的名单当中。那在提告之后，他也这个公然挑战公权力哦。他说欢迎你们来提告，他也不怕被告。那意思也就是说，警方应该是抓不到他。那我们有询问过律师了，我觉得说我们不晓得李英德是先生还是小姐。不管怎么样，在现阶段我们还认为你是人，你不要当鬼哦，不要躲在键盘后面当鬼。那如果人不要脸，都是连鬼都怕的，我觉得你这时候应该就是要站出来。如果可以对我们有任何的不满，或任何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请你们直接请这个人直接跟我们直球对决。他之前过去好像也是有对你们小孩做一些非常不利的一些说法，就是因为他对我的小孩有这些不利的说法，其实我们会特别留意这个人啊哈。然后后来他自己在这个他自己的 FB 上面也写说，他说希望你的女儿旧病复发死亡。我觉得这样的人哦，我现在姑且还称之你是人哦。我觉得没有人会这么没有良心。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站出来，你不要躲在暗处。不管如何，我们会将你绳之以法。另外呢，就是说在很多在网络上面呢，过去我们大概就是因为人身攻击或者侮辱谩骂，我们才会提告。但是现在坊间还是出现非常多的假消息，就是在很多的群组当中散播。那这些散播包括像是欠债，或者是不管是债务破产相关的各种的传言。那这种言论呢，其实不光是刚刚的这位李先生，是有非常多的人在散播这样子的不实消息。其实散播不实消息是有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一并提告。好，想问一下时事题的部分，就是王金平啊，目前没有拿到那个亲民党的门票，想问一下，那未来可能波科联盟这边会去跟他接触吗？就是什么下一步动作？
我之前有提到，其实郭科网的合作有点像这个单飞不解散，各自有各自的强项。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有郭家军，我们在新北土城三峡这一期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甚至于在高雄也有黄运涵，那这个王院长在陆军的部分是很强的。我们也希望说院长能够发挥他所长。那这部分的合作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确定的，并没有因此而生变。讲一下蓝营的部分，因为他有提出这个0到6岁国家过，那当初是跟郭台铭董事长提出0到6岁国家养，会觉得说蓝营偷了郭董政策。我们不敢说他是不是偷袭或者是偷啦哦，那就是主要是说，如果这是好的政策，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这部分的政策其实是未来我们在立法院能够希望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来推动的。那如果说蓝营的立委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合作。倩姐怎么看？现在有郭粉社群倒戈挺韩。社群的部分我们请Amanda来回答。好，谢谢。应该说，其实其实郭粉社群有分很多。那比较核心的社群，我相信他们一直挺郭董事长的立场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那至于说，我们其实在后续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外围的社群，那外围的社群他们可能本来的立场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都尊重我们支持者跟社群的一些他们的决定。可是现在似乎有一些分裂投票的情况，会不会担心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我觉得国民党的选情应该是由国民党来担心了哈。我们应该说，我们如果要帮国民党担心选情，好像有担心的太多了一点。那但是我觉得啦，就以泛蓝来。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落菜，要来看到你台湾买当体验用手捏饭食饭的感觉。5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自然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我们要乘凉了，过来！快点跟上脚步。你是今天搭游览车来报道的吗？早上我搭错车了。这是列的严重吗？就严重吗？怎么会合格呢？结束了。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眼镜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看。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在咱台湾就会当体验用手捏饭食饭的感觉，这是店里上出名的看板，就是手捏饭。上加一届会当食10多款无同款的菜色，这是过去在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因为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有贵宾来拜访，才会特别传的料理。手捏饭每一款的菜色拢真讲究，像烘鱼一定要特别用烹料先生过，才提起烘。也有咱台湾食无的野生香菇，叫做云南山菇，来看到特别为云南坐飞机来到台湾，每一出的菜色拢都要用因故乡进口的烹料来煮，才得食会到这个原味。哇塞哦！大家久等了。打做好的孔雀宴甲捧出来，头家娘杨丁梅伊笑眯眯咧招呼人客。这个孔雀宴就是因乡里云南的手捏饭，运用创意来甲整做豪华地道的料理。抓吧，手套戴起来。那这个手捏饭，听名就知影讲，就是用手直接甲捏起来食。斟酌甲看这一大盘，毋那分量济，伊的菜色嘛真澎湃。顶悬有烘鱼啊、牛大肝，还佫有咸辣虾，拢总有10路菜。食的拢是云南滇缅地区传统的家乡味。这个滋味有在地开口，嘛互真侪头毛自然球缅甸的华侨，拢来吃小头香球。我这个也是缅甸华侨。那你知道有怀念家乡味的感觉？对啊，一定啊！所以说每次想到它的味道，就想到我们家乡。花椒放一些，这是我们从云南带过来的。云南空运来台湾的花椒仔粉，
搁甲掺葱啊、蒜啊、咸椒啊、高赞塔这的香料，切落嘴甲煎入去鱼仔的腹肚内底。先把料给它铺满满，好，让它里面肚子也塞满满。伫咧鲈鱼的顶悬，香料是安尼铺片铺片，再搁用芭蕉叶甲包条，准备甲放入去烘箱内底，烘20分了后，再搁甲冰平，慢慢啊甲烘1点钟，鱼啊嘛豆豆啊熟啊，香料甲芭蕉叶的香气拢斗搭做伙。这个手楣饭是芬兰当地少数民族因祭庆的时阵用来招待贵宾的料理。也若这一大盘澎湃的菜色，伊豆盘是用孔雀来做起治的。创业卖滇缅料理已经10几年啊，杨丁卖是缅甸的华侨，20年前来咱台湾读大学，因阿公是国军苏当年袂当撤退来台湾的一旁，尾啊定居伫个中缅边界的山区，三地人拢无互外界承认，无国家嘛无身份。伊虽然是正大会计系毕业的。有去会计事务所食头路1年，不过尾也因为签证的问题，无法度继续工课。伊嘛是无认输克服困难，起鼎人造来卖少年的家乡味。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在台湾找到一份认同感。然后今天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来捧场，然后很开心的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对呀。就是透过料理，然后跟台湾这块土地有一个美好幸福的连结。我姐姐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她就要全方位的要那个思想要做什么的。那我们的话就是跟着她做，然后我们能把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把它做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规家伙啊大心来相敬，姊妹啊亲情用心咧做料理，嘛真珍惜人客互因的鼓励。我不管多辛苦，当我把那一大盘摆到客人的前面，不管他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看到大家吃得很开心，我所有的辛苦就会。一刹那间就化为虚有了。杨家姊妹的滇缅菜，唔那感动台湾人的心，嘛用因乡里的口味，伫咱这块土地来得到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继续要来看到中国大陆一寡欧巴桑最近真是惊去户外空地啊跳这款广场舞。山东一个才3岁查某囡仔，因为爱跳广场舞，伫咧网络唱甲抓袂牢。伊跳舞的影片上少有6000万人次点入去看，唱甲美国去，互人邀请去参加 Ellen Show 内顶舞技。对音乐来跳舞表现自信，为中国山东来的亮亮，就是靠这块广场舞唱到美国去的，佮受到邀请去上有名的艾伦秀。Hello, my name is Liang. I'm from China. I'm sorry, I'm a boy. Thank you. 讲一段英文自我介绍，大家拢为伊拍谱啊，说落来亮亮佮带来魔术表演。头到哪个水了 I'm going to say this one. Yes. 因为等到公布答案，就家己先招，甲艾伦人甲笑嗨嗨。Open. 哦，你猜对了。亮亮伫节目顶的打真知，不过妈妈讲，亮亮其实伫出场之前一直拢在哭。跳舞的期间，就是那个门关上之后，我就出去等他了，结果他在里边哭了，我又回去了。不过舞台门一个拍开，亮亮就随振作起来，无搁哭啊。妈妈讲，亮亮进前因为身体无好，医生建议爱定带出门运动，所以为今年3月、4月开始，就和阿公阿嬷带去广场耍。想袂到伊看到人咧跳广场舞，家己嘛跟咧做伙跳，佮愈跳愈有兴趣。伊跳舞的影片，互人看过上少6000万解。才短短几个月尔，就为中国的广场跳入去美国的艾伦秀，实在真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中国大陆假卡萨会坐甲踢岛价，即嘛有起诉公司开代票差不多28亿，要伫咧大连起一个小京都的度假村，地差不多有88个脚球场，遮尔啊看。度假村即嘛当咧赶工程，4块位啊，温泉旅社，抑个有日本式的别庄，一栋一栋拢已经起好势。别庄一户上贵的都爱代票4000多万，200栋拢已经卖出去啊。京都のような街並み、鯉のぼりに櫓。一見日本のように見えますが、実はこちら中国なんです。
李希基甲吴千基做伙挂起来，中国的建商开代票超28亿，要伫辽宁省大连市郊外打造一个小京都度假村，所在拢总有63万平方公尺，且有88个卡球场遮大。为了甲京都的风景规个搬过来，建商搁找日本的建筑师来设计。随望度假村上近2024年才会完工，不过温泉饭店已经先开幕啊。千起莫诺的饭店员工用日本的方式来接待人客，餐厅的料理嘛是沙西米甲苏式的日本料理，为服务到料理，拢互人有袂输伫日本的感觉。もう3回来ました。これからも家族と2ヶ月か1ヶ月に1回は来るようにしたいわ。那安尼附近200栋日本式的别庄嘛拢已经完工啊，内底外口拢是日本的风格，唔有超级大型的温泉甲日本式的后庭，含建材嘛拢是为日本空运过来的。虽望一户上贵的爱台票4200多万，不过200栋的别庄全部拢已经卖出去啊。虽望中国7年前因为钓鱼台的问题，全国拢真讨厌日本。不过其实中国游客也是真爱去日本观光，京都阁是上行的。这几年中国各地拢在试行日本的物件，两国的关系嘛豆豆有咧改善。就算无法度去京都，台南的小京都嘛是会当互人感受到日本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我们要乘凉的过来，快点跟上脚步。你是今天搭游览车来报道的吗？早上我搭错车了。这视力有点严重吗？有严重吗？怎么会合格呢？结束了。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眼镜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起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冠星收藏专辑，甲各部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我看了爷爷的日记才知道，他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叫 Mitch 的女孩，她是爷爷的初恋哦。你知道这个 Mitch 在哪里吗？不如这样，我们照着这个日记，跟着爷爷还有 Mitch 一起谈一次恋爱。知道吗？我爷爷在这里谈恋爱。给我水一下。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想要上来跳跳看，我就想要突破一下自己。啊！不是，哦塞！你怎么现在好像不染哦？好高啊！太高了！来，张嘉云准备。3、2、1，昨天晚间8点，综艺3国志。
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擦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的奇怪。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我们要乘凉的过来，快点跟上脚步。你是今天搭游览车来报道的吗？早上我搭错车了。这是列宁严重吗？有严重吗？怎么会合格呢？结束了。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眼镜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讨论，就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我看了爷爷的日记才知道，他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叫 Mitch 的女孩，她是爷爷的初恋哦。你知道这个 Mitch 在哪里吗？不如这样，我们照着这个日记，跟着爷爷还有 Mitch 一起谈一次恋爱。知道吗？我爷在这里谈恋爱。给我睡一下。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看乐岛、雷乐岛，这是美国的纽约无线电视耶诞表演伫要上场，也正特别请到雏鸡主教的动物来祈福，内底都乐岛也有样啊，真无简单，牵来到纽约大都会区，嘛，互真侪人学了讲真罕得当看到这个画面。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声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